乡亲啊，拜五进前，全台湾拢是湿湿凉凉的天气，北部的低温会降到剩15度。早起北台湾乌阴，感觉是强要落雨，气温变甲凉冷，过到拄落大雨啊。这几天到礼拜五之前，还有受到华南云雨区的东移的影响哦，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也比较容易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发生。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，雨势可能比较大。气温方面，中部以北的地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拜三开始会一直降温到拜五气温降到15度，较悬的山顶有可能会落雪。中南部气温会降到17到18度，规天拢是较凉冷的天气。虽然等到拜六礼拜会小可回温，也无到后礼拜北台湾又要搁变天啊。到了下礼拜一、下礼拜二，因为整个东北季风又再度增强起来，所以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降雨的情形又会再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。来看一礼拜天气，北部甲中南部到拜五拢是气温一直下降的情形，尤其是北部雨水较高。周末东北季风减弱，全台湾拢回温，不过后礼拜一北部地区又搁回到湿凉的天气。人讲春天后尾面天气变化较大，提醒乡亲出外时爱扎雨伞，同时爱穿雨袖。